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，岳云老师向大家问好。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台兆美小姐演唱的《奔放奔放》。来唱歌之前呢，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。这首歌呢是降一调啊，降一在哪里啊？介绍给大家一下大谱表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大谱表。哇，这个电脑不听话，转不过来，过来了。来，我们说两个黑键啊，这个钢琴除了白键还有黑键，对不对？两个黑键啊，然后隔壁呢它的右边还有3个黑键，两个黑键的旁边这个就是 C 啊，你就记这样就好了，就 C D E F G A B C 一直过去嘛，就不用记就不用记每个都要记了，对不对？这一个就是 C 的隔壁是 D 过来就 E。我们刚刚说这首歌是降一在哪里？降一在哪里？找找看，没有，有啦，怎么会没有？一比 D 比一还要低的那个音啊，那不就可是隔壁是 D 啊？对，这个有柔中柔的这种概念这个D 跟一的中间这个音呢，比这个 D 要高，可是比一还要低，所以我们叫它降一啊。那换句话说，它就是升低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好聪明哦，举一反三，所以我们找到钢琴的这个键弹下去，哆哆哆哆哆，这就是哆。那隔壁呢哆跟 C 只有一个半音，所以下面这个白键就是 C 拉在哪里？拉要两个半音升拉，然后这个就是拉C 拉嗦呢嗦也是2个半音，1个半音2个半音，嗦嗦嗦，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嗦。好，这首歌的后面比较高，我们把这一个降一个 key， 嗦嗦嗦嗦嗦，当做它的这个嗦了哈。来看一下，第一个音是什么？第一个音是嗦嗦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来看一下节奏，3、4、4，嗦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2、3、4、1、2下去，嗦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2、3、4、1、2再一次，嗦嗦咪咪咪咪瑞哆瑞。2、3、4、1、2、3，嗦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2、3、4、1、2、3。同学，你觉得好熟悉哦？我好像一句唱了2遍，没有啦，你注意看，这2行旋律节奏都一样啦，只是歌词不一样。我曾向往奔腾在大海。2、3、4、1、2、3，我曾盼望飞翔在天空。真的呢，当然真的啦，骗你干什么？你看，奔腾在大海，飞翔在天空，只有这2个不一样，其他节奏旋律完全一样。再来一次，1、2、3，我曾向往奔腾在大海。2、3、4、1、2、3，我曾盼望飞翔在天空。2、3、4、1、2、3，哆哆哆哆拉哆咪嗦2、3，哆哆哆哆拉哆咪嗦，自由自在心胸开怀，自由自在心胸开怀，哆哆哆哆拉哆拉嗦。这2句也是一样，只有拉哆，这个是咪嗦这个是拉嗦，只有这里不一样来，嗦哆，我们唱第2段的这个第2句这里，哆哆哆哆拉哆拉嗦嗦，这里又有一个嗦，然后看到一个反复记号，表示什么？表示我看到这个嗦的时候呢，来要回去唱这个我这个要我称，所以我唱到这边，尽情奔放，1、2、3，我称，又要再称了，再称一次了来，我们先把这个后面这个唱好了，自由自在心胸开怀，来，自由
自在，心胸开怀。你有没有开啊？不是开，只用嘴巴开，心没有开，开，通通打开，心跟你的嘴巴都打开，只有自在，心胸开怀，无忧无虑，尽情奔放。我曾向往奔腾在大海，2、3、4、1、2，继续。我曾盼望飞翔在天空，2、3、4、1、2、3，自由自在，心胸开怀，无忧无虑，尽情奔放。到这里呢，尽情奔放。第一句第一次这个反复的第一次，这个高帽子意是要这样，我称就唱第二次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次呢，高帽子2呢，奔放，1、2、3，嗦啦啦，嗦发啦，嗦咪嗦，接下去唱，来，一起来，嗦啦啦，嗦发啦，嗦咪嗦，再一次，嗦啦啦，嗦发啦，嗦咪嗦，嗦啦啦，嗦发啦，嗦发瑞。唱到这边呢，我们又发现了，这全部也都一样，可是这里风帆是咪收，飞翔是发瑞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都一样。好，我们从这里来吧，来接好吗？1、2、3，来吧，朋友，扬起风帆，来吧，朋友，展翅飞翔。好，我们第一次从头唱到这里扬起风帆这个展翅飞翔然后呢，接着有间奏9小节，又从头唱从头在哪里？我曾对不对？我们来从头来，我曾向往奔腾在大海，2、3、4、1、2、3，我曾盼望飞翔在天空，2、3、4、1、2、3，自由自在，心胸开怀，无忧无虑，尽情奔放。来吧，朋友，扬起风帆，来吧，朋友，展翅飞翔。2、3、1，请你听听。好，暂停一下。我们唱到第二次，唱到这里，来吧，朋友，展翅飞翔。2、3对不起，2、3、42、3、4、1然后马上要接西哆瑞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这个其实跟前面也有一点像，对不对？来，这个的咪。这个西哆瑞来，1、2、3、4、1，西哆瑞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2、3、4、1，西哆瑞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2、3、4、1，这2句完全一样，那什么不一样？歌词不一样。好，来再来一次，来西哆瑞嗦咪咪咪咪瑞哆瑞。2、3、4、1，西咪哆瑞嗦咪咪咪咪瑞哆瑞，2、3、4、1。好，再一次来，我们唱歌词。请你听听大海声声的呼唤，你要底呼唤还是的呼唤都行了看你开心了好了。请你听听大海声声的呼唤。2、3、4、1，请你看看天空亮丽的阳光。2、3、4、1，好，再来呢，西哆瑞嗦。这个时候呢，
把你腹腔里面所有的空气都挤出来啊，奔放奔放，放心大胆的唱，反正唱完都结束啊，唱破声也没关系啊，对不对哈？尽情的啊，把你心里所有的闷气啊，这个不优秀的空气通通丢出来啊，唱它个爽快了哈！来，我们从这里来吧，跑，哎，然后接哈，这里要接哦哈，展翅飞翔，2、3、4，听你听听啊，展翅飞翔，2、3、4、1，请你听，再来练习一次来，展翅飞翔，2、3、4、1，请你听听，大海，哎，就是这样哈，来从这边来。1、2、3，来吧，朋友，扬起风帆，来吧，朋友，展翅飞翔，请你听听大海声声的呼唤。2、3、4、1，请你看看天空亮丽的阳光。2、3、4、1，奔放奔放。哎，刚刚同学啊，到我唱奔放奔放，他一直摇头是怎样？岳云老师音不准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气不够了哈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我们到这里奔放奔啊，奔放奔放，哎，我这里会轻轻的换一点气，换一些气，为什么？后面要支持这么多拍啊，而且要爽快的把它拉完，对不对？真的是拉不长，没办法拉这么多长啊，没办法拉这么多拍这么长也没关系啦，停下来就好了嘛，爽快开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从这个来吧，朋友，来再接一次，来。节奏器打开，1、2、3，来吧，朋友，扬起风帆，来吧，朋友，展翅飞翔，请你听听大海声声的呼唤。2、3、4、1，请你看看天空亮丽的阳光。2、3、4、1，请奔放奔放。哎，这个地方一定要 hold 住啊，不 hold 住没办法唱这么长了哈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一样从来吧这里来，1、2、3，来吧，朋友，扬起风帆，来吧，朋友，展翅飞翔，请你听听大海声声的呼唤。2、3、4、1，请你看看天空亮丽的阳光。2、3、4、1，奔放奔放。好，这首歌就给大家介绍完了哈。来，请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首歌呢有很多这个国语歌曲呢有很多咬字的地方，请大家务必要注意。譬如说，扬起风帆。这都是有 f 的音，对不对？请用上面的牙齿咬一下下面的嘴唇。来，我们练习一下，扬起风帆，再一次扬起风帆。对了啦，这很棒哈！这一首歌呢很轻快好听，请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啊！一边这个运动一边拳打脚踢打拳，还可以练习唱这首歌啊！把它拿来当做衬底的音乐，到 YouTube 去搜寻一下台兆美的歌声来陪我们一起运动啊！您喜欢岳云爱唱歌，分享给您好听的歌曲吗？岳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一些新的。旧的国语的台语的歌曲好听的来跟大家分享先把谱找好，把歌谱打好，然后在群组里面在频道上面跟大家分享。希望您喜欢今天这首歌就给你介绍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欢迎到 YouTube 来按赞订阅加分享，拜拜。